所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，讲到这丰台海柜的环流继续影响香港，且是暗时落大水雨，这雨水量打破139年来上界悬的纪录。这天文台发布上界悬等级的乌色警报，一直到初8早起呢，规个香港拢是浸在水里，车路、地铁站拢淹水，甚至发生水崩山。那这学校、古市也拢先暂停一天，到今有上百人着伤。 经过一暝大水雨一直拼落来，香港初8是大范围淹水，大路敢若亲像串流的河，各种车辆拢掉伫内底，民众撩水经过，过程真危险。大水也流去港铁关洞线黄大仙站，对车一半暝就赶紧关起来。边仔商场地下楼淹甲满满。港岛东部小旗湾山区是严重土石流，大石头甲山水规下来，车规台落去路崩去的大坑内底。 完全冇見過啊！第一次俾我見到係咁嚴重咯。之前嗰啲打風啊，嗰啲都冇呢個咁嚴重嘅情況，睇到都好恐怖啊！當地初8停課無停班，不過公車、地鐵、大眾運輸是嚴重受阻礙。大水已經淹到真濟民眾厝的門口，政府呼籲頭家愛看情形處理，莫強迫員工冒險出群。香港各市也暫停交易。 No chance. I've been trying to also get up to Lanto Yacht Club, so I've been waiting for an Uber that keeps cancelling and reconfirming every 15 minutes. So 受到海葵风台村的环流影响，香港对初一暗时开始大水雨，警戒一直调到上悬的乌色暴雨者等级。深夜11到12點中間，落雨量達到158.1毫米，創下當地139年氣象觀測史上上懸的紀錄。烏色警報持續到初8中晝，也創下持續上高紀錄。真濟民眾通報調咧無倒出來，也有人互大水沖走，就已經造成上百人受傷。另外，廣東深圳初7也出現嚴重地質性大水雨，初8透早放水。我佇深圳的香港新界地區可能因處理淹水更加嚴重，不過深圳當局無多提前有夠時間來通知。港府發布新聞稿時間剩16分鐘，引發民眾批評。預計未來2天天氣猶原無穩定，一直到11號量才減弱。國際新聞是會長編譯。